丰熟上帝的话。今天的圣经在旧约撒母耳记下19章1到43节，请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来念，请。20个
因拢离王的面前过约旦河，有渡船过去，带王的家眷出去在王宫。王过约旦的时，其他的囝侍卫就确立王的面前，甲王讲：我的主，我的王，出耶路撒冷的日，你的罗卜行违逆的事，那由我的主无你斥罚我，无你记定，我也无你提提醒你。你的罗卜明明知家己有罪，所以要先出家。今仔日我第一代先落来听信我的主，我的王。西罗那的囝阿比斯讲，姊妹咱就做耶和华所我求的，也不就因为安尼，互伊死嘛。大弟讲，西罗那的囝啊，我甲你有啥物干涉？那你今仔日反对我啊？今仔日以色列中点通互人死吗？我也不知，我今仔日做以色列王吗？对安尼，王甲侍卫讲，你不免死，王就对伊就抓。所罗的孙离开波色，也就去了见王。王对王提的日，到王平安落来的日，伊无受惊他，也无受亲手，也无洗衫，伊入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王甲伊讲。你为无色，你啥事无甲我落去？伊讲，我的主，我的王啊！当时你的罗卜想讲，我要明白如徛伊甲王相干去，因为你的罗卜是歹他，总是我的罗卜骗我，搁伫我的主，我的王。规王你的罗卜，独独我的主，我的王，亲像上帝的使者，照你所看做好的行医，因为我的众全家，伫我的主，我的王的面前，拢是着死的人，总是你互你的罗卜，甲你一道的人相甲食，我还有啥物？通搁对王丢票啊！王对伊讲：你啥事讲你的代志啊？我讲：你甲西巴着平分也会产业。你为无实甲王讲，我的主我的王已经平安落来将来，负债伊拢摕去掠他。伊个人巴西来对道理领倒来，爬上王过约旦，就甲王过约旦。巴西来真老，已经80岁。王看伫马哈良的时，已经食米拥着王，因为伊是大好野人。王甲巴西来讲。你甲我过去，甲我带耶路撒冷，我要恭敬你。伊王巴西来甲王讲，我的性命还有几年几日，互我甲王相甲上耶路撒冷啊！我现今已经80岁啦，还会军备好歹吗？你的罗卜还会刺人者的滋味吗？像我的男女，我会晓听伊的声音吗？罗卜啥事拖累我的主，我的王
无想我啊。由你准列路幕倒去，互我通死去我的本城，我的父母会望遐看你的路幕金汉伫遮，互伊甲我的主我的王过去，照你所看最好的款待伊。王讲金汉通到我去，我要照你所看最好的来款待伊。你有对我求的，我要甲你请。对安尼正八是过约旦，王也过去，王就甲巴西来进喙，甲伊祝福，伊就倒去伊本所在。对安尼王过去，到吉甲，吉汉会等伊过去。犹大正八是甲以色列百姓的一半，也拢送王过去。以色列众人来见王，甲伊讲：阮的兄弟犹大人，请自头里去，来带王甲伊的家眷，甲军队带领的人，拢三到过约旦。犹大众人因以色列人讲：因为王甲阮是同宗，恁请事因为这个事受气啊！我捌食着王啥物？王捌用啥物送阮吗？以色列人因犹大人讲，照之下，这个王阮有十分，阮与你代表与你较有关系。恁请事看起阮，带阮的王倒来，无耐心甲阮参详啊！独独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较硬。今天的讲道的题目是逆转胜，那请庄牧师来主导。感谢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看你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互阮会当对你的话伫遮三个学习，互你的话会当将这阮生活甲生命中最大的帮助，激励阮晓悟，激励阮对真理中憔悴，激励阮更较深会认捌你。主，阮的上帝。阮即时要三甲用你的话，伫遮来分享，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大家平安。你怎样看待你人生中的挫折、失败、困境、甲苦难呢？如果你若用体贴肉体、软弱的角度来思想，若是愿意。用上帝眼光来看，咱有时咱伫所拄着的代志顶面，咱有侪咱会当来思考的。就是你若用肉体软弱的角度来看，你就会伫遐埋怨，埋怨环境，也是怪罪别人，是毋是会讲千错万错拢是安那？拢是别人的毋对吼。家己之间是可能的受害者。总是如果咱若愿意用上帝眼光来看，咱就意识到什么？上帝才会当照着这个苦难的环境，来讲真侪一寡真恶的母的人事物来修正咱这软弱无够，甲咱本身内在的骄傲甲不足，伫遐要来塑造咱，磨练咱。的心性，互咱会当成做上帝国珍贵的器具，合上帝心意的人。所以，当咱伫遮咧读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咱详细来思想，特别大卫的一生。我毋知咱捌思考过大卫的一生无？大卫是，咱拢讲伊是啥物？合上帝啊心意，合上帝心意的人，对无？
有无？咱会知影大悲是合上帝心意的人呢。但咱来看大悲一生，咱就会发现讲，伫咱的生命中有少少，拢有啥物？拢有大悲的影存在。咱伫中间，可能有人亲像大悲共一样，就细汉都无互伊的父母安那疼，还是看重。有时就父母看你敢若亲像啥物透明人吼，有伫遐无伫遐袂要紧吼。啊，因为厝内兄弟姊妹有可能拢非常的优秀，也有人可能伫即场的中间表现得安那非常的优秀，至甲互人安那嫉妒。啊，像大悲是一个大将军，大悲赢啥物？万梭罗赢千，结果啥物？结果是功高什么？正主。所以伫咱共款，伫咱的工作顶面，伫咱学校的表现，有时安那会受人嫉妒，所以互人伫遐呐，甲你霸凌，是互主管伫遐呐，甲你霸凌欺压。兼且也有人像大悲共一样。无用伫事业，只甲忽略着伊家己的家庭的经营，只甲甲伊的儿女伫遐来疏远，伫遐来疏离。有时囡仔将你当作啥物的？啊，咱爸母拢有囡仔，有时会当作啥物？你敢知？提款机有无？有无？只要有需要金钱资源的时，伊才安那，才会想着你吼。兼且也有人。真疼伊的子女，将囡仔啦饲甲变成做毋知感恩的即种啊，即嘛一句叫做白眼狼了，啊，毋着你安那，你紧安那，你紧转去啦，转去了伊就会当安怎，继承你的财产吼。我捌讲过吼，我以前吼较少年的时吼，捌坐公车吼。两个囡仔国中生伫遐讲话，讲伊今日要老爸讨钱吼，要讨偌济？100块尔，我跟父亲要100块而已呢，竟然不给我，我就跟他讲什么？我现在只是分我以后要得到的什么？我听一种戇语吼，啊，我伫遐甲囡仔吼，囡仔咧讲囡仔话吼，我咧讲囡仔咧讲囡仔话时，咱咧真细腻，这影响无？有时囡仔会影响着囡仔，会足细腻吼。兄弟姊妹，咱会知影，这是代表一生伊所做有诶代志。你看是毋是比你人生搁较侪失败，还搁较侪凄惨呢？总是咱直接讲，代表是合上帝心意诶人。为虾米？因为代表伊安那，伊用上帝眼光来看待发生伫伊身上所有诶一切，也因为安那，伊会当。谦卑顺服伫上帝，就知影上帝借着遮个代志，伫遐来磨练伊的心性，互伊的软弱变成做刚强，见效变成做阳光，用上帝眼光来看代志，甘愿顺服伫上帝的手中，相信上帝有怜悯、有慈爱、有稳定，这就是代表失败人生会当安怎逆转胜的啥物的秘诀？兄弟姊妹，请问你的人生有想要逆转胜无？咱必须要，也一定安那要逆转胜。所以咱袂当徛伫即个忧伤绝望、流目屎的中间，等待即个对敌伫遐来踢笑咱。咱一定爱对敌的面前摆设演射。因为咱会当靠着迄个教我气力的，我凡事拢会，所以咱一定会当逆转胜，毋是我靠家己的能力，乃是我靠即位国外主耶稣基督，咱一定会当得胜到有存。昨一个少年家吼来找牧师来讲话吼，伊甲我讲。我每次遇到事情，我每摆拄着代志，还是拄着真侪，我等等，伊拢甲啥物人祈祷？甲耶稣祈祷啊！牧师，我问你我你甲耶稣祈祷敢无效？
请问这是毋是啥呐？信心敢有够野？有够野无？你若已经甲耶稣基督，你就是安那？在完全的交托啊！你既然拄到代志，拄到任何的事项，甲你甲耶稣基督，啊你搁来问牧师讲有效无效吼？牧师只间会当甲讲啥物的？绝对有效。你若有即个信心的依靠，绝对有效，一定会当得胜够存。所以咱今日先讲读经本的经文真长吼，所以牧师会当提出几段，而且甲咱来学习着即个性命的功课。头一项，就是大卫伊接受啥物？约押的考劝吼。这是《撒母耳记》下卷19章1节到8节。咱只仔看圣经在中央讲，大卫听到伊的囝押沙龙会死，伊的心中非常悲伤。其实咱有时咧看这个圣经，还是看这个历史的记载吼，其实押沙龙吼，那照来讲，伊有可能会当承接老爸的这个王位无？老爸所听的啊，是毋是应该当承接？但是人结果耐性无够，耐心不够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可能可悲的代志。所以咱看伊大卫伫遐非常的悲伤，忍不住大哭哦。我所认为大卫的悲伤是因为押沙龙的死，押沙龙的死，互伊互伊无够有即个修复着即个爸囝之间的关系。咱有时无论囡仔来讲，时段来讲，咱有时甲囡仔伫遐有一寡纠葛无开的时拢想要拢想要找时间机会甲讲互开，话互开，但有时时间是无等人的时间是无等人的。非常的可惜这是头前。因为悲痛伫遐悲伤，这兄弟姊妹，你心目中是毋是也存在着某种的遗憾呢？迄种无机会甲你所最爱、最亲的人讲一句话，会当来开辟恁心目中迄种的纠结，是想要甲讲一句讲对不起，怎样？我错了，请你原谅我。我真正真正非常的疼你，这种的遗憾呢，如果有，咱爱伫上帝抑阁有互咱时间的时阵，咱一定爱把握机会，把握时间，珍惜把握。就咱所要讲的这个感恩、感谢，还是这个疼的意思。会当勇敢伫遐来表达出来。咱亲像这个大卫甲押沙龙也活地时，因拢无放落因的身段，好好甲伊的囝、甲伊老爸伫遐来对话，直到这个囝误解、怨愤，最后呢，强烈的伫遐反叛。虽然大卫非常的哀伤。无伫即个押沙龙生前好好甲伊恢复即个爸囝的关系，你甲押沙龙伊行上即个错误的即个不归路，总是大卫袂记。伊袂记啥物？伊不但是单单一个老爸人尔，伊还阁是一位啥物？君王，以色列王。伊的一言一行拢受到注目，也因为安尼生。伊为着伊的囝押沙龙一个伫百姓心目中是一个背逆反叛的一个人，你竟然为着伊伫遐大声啼哭的时，互百姓心煞毋知要安怎照讲是得胜的赢过对顶的迄个胜利的证书。结果伫遐看到王安尼生，大家煞毋敢讲话，点点是毋是心内？我相信有真侪不满，认为大卫将押沙龙的死怪伫因的身上，认为大卫宁愿看见家己的战士死，也无愿意看见伊的囝来死，所以百姓拢非常非常的暗钱、累积甲见笑，兄弟姊妹。
咱只看去代表伊沉沦伫家己个人的情感顶面的痛苦，历史甲互百姓怀疑，难道阮为着你拼死拼活，敢毋对嘛？如果若出在这种谣言，伫遐呐，伫遐发泄出去，我相信一定会互魔鬼留地步，招来即个攻击，像即个呐，拄啊稳定的国家呐，佫开始破裂。所以伫遮咱若要求驻邦展览，虽然咱的心难免有一寡因为环境的关系起起伏却毋通出在伫咱的情感，还是讲咱的情绪伫会发泄。有时寡代志咱着叫适可而止适可而止，毋通伫哇。情绪一来就要安怎，要安怎，要安怎就要安怎所以伫适当的时间咱就爱做啥物适当的代志，若无必定会引起即个啥物危机引起即个危机。所以咱只看代表伊沉沦伫家己的悲痛、悲伤的中间。不过伊的将军啥物人？约押，伊勇敢出来伫出来劝解圣经只讲。约押讲，约押伫厝去见王讲：你今仔日，互你一切萝卜无体面，因今仔日救你的性命，甲你的查某囝的性命，你遐某的性命，你遐细姨的性命，因为怨恨你的，你疼伊；疼你的，你怨恨伊。你今仔日已经显明你无要紧遐的首领甲人神，我今仔日看出，若押沙龙活着，阮今仔日拢死，你就欢喜。撒母耳记下卷19章50到60节，伊咧讲遮个话真伤人的心若像破伫人的头壳顶的即个冰水互大皮忽然间醒悟起来又来佫讲。当你着起来出去，安慰你的萝卜的心，我指耶和华来救助。你若无出去，今暝无一人甲你伫地。即个灾厄比你对少年到当所拄着的较惨。撒母耳记下卷19章7节，约押的话开始真直接真白阁真刺人。总是对当时代表的情景来讲。开始是啥物？苦口婆心苦口良药互伊想起家己的责任，无抵到过头，沉迷伫悲伤的即个深渊的中间。兄弟姊妹，咱会知影代表伊人生会当来逆转性，就是伫伊的身边有侪即种敢讲真实话、敢讲直话的好朋友。也是伊会当听落去别人伫遮所讲忠言逆耳的话。约押的话虽然真插心，但必伊可当伫遐来接纳，无因为家己是君王伫遐来降罪。这是身为即个领导者需要学习的功课。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迄使运配合即个谦卑的人，这头一项。第二项是关系人的心，代表会当看透，伊却无讲破。撒母耳记下卷19章90到43节，头一个蒙恩的百姓，代表用温柔款待。当押沙龙伊背叛的时，以色列有真侪支派，因并无拥护大笔，因反转看到押沙龙的声势咧大的时，竟然军队伊，顶动啥物？参与着即场背叛。结果等到押沙龙死了后，因个纷纷议论讲，以色列政治派人纷纷议论讲，王捌救咱脱离对敌的手，佮救咱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当伊闪避押沙龙走伫外面，咱用油抹押沙龙治理咱，伊已经阵亡。
恁担声顺毋出一句，请王倒来啊！萨摩尼基下卷19章90甲10，遐会记袂？人是安那？人是真熬袂记哩。对于别人捌互咱的温情恩惠，咱真容易袂记哩。特别对于什么？上帝互咱的温情甲恩惠，咱更加容易袂记。为什么？常常若危机一个安那过去，咱个安那就袂个安那搁记牢的。所以咱真容易将上帝当作什么？咱即摆一般咧呼吸的什么？空气吼，有时咱甲上帝当作空气，因为太自然，所以就袂记得伊的存在。有时啊呐，搁因为得到伤济，感觉是理所当然的，认为家己应该得的。这是咱现在侪人吼的情景，遐姊妹。难道代表做王执政的期间，百姓敢拢无感觉嘛？百姓会当无受到即个对敌的较量，安居乐业的生活，这难道毋是以色列王大卫的功劳嘛？为什么押沙龙是起来反叛，都有遮尔侪人来跟对伊咧？所以人真正是安那叫做积安什么？思变啊，积安思变啊，这咱真细腻哈。所以咱知影蕴藏伫人内面的即个劣根性哈，歹的物件哈，总是会互人啊呐袂满足。当咱袂晓得感恩，对上帝互咱更较多的丰盛恩典，咱也是安那，咱也是袂满足，也是会安那起来背叛。这是咱人性的即个丑陋面哈，还是软弱面啊，软弱的一面。所以面对人性的丑陋甲软弱，代表看透，却安那，却无讲破。伊无埋怨，伊也无受气，伊也无指责因讲。恁真像无阮背记的人啊，恁也无想看嘛？现在恁的好日子怎样来？前我怎样为着恁出生入死，真叫恁脱离对敌的手，搁叫恁啊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啊，现在恁既然稳将收报，军队的押沙龙当作来背叛我，即种话，代表一句，若无讲，伊只敢坐伫城门口，百姓看见，就伫遐想起来，心中感觉见笑。伊想要搁再一摆，因想要搁再一摆迎接大鼻王转去。遐姊妹，其实直接来看见大鼻王，真正是一位安那真捌即个人性的政治家。面对遐个直接，也是讲暗中背叛伊的人，伊怎样伫遐来处理咧？圣经讲，伊伫遐呐头前委派祭司撒督甲阿比亚他，伫遐来修甲犹太支派的关系。遐姊妹，为什么以色列人已经积极要请大卫转去？伊本族的犹太人反倒伫遐呐慢即个三拍，慢三拍吼，也呐也爱大卫主动派人去提醒呢。其实这就是啊，因心内的惊吓。遐姊妹，大卫最王伫你以色列遮尔多年，牧师相信犹太支派出身的伊，伫咧推行各种的政策，一定会特别偏爱。还是特别照顾家己的人，还是讲家己的支派，无想到讲或许什么，或许萧强要啊，伊平常啊特别关顾、照顾的骨肉兄弟本族的人，反倒伫即场的背叛的中间，竟然是占大多数。因第一日起来帮衬押沙龙背叛。正因为犹太人伫即场的背叛中间有份，所以因惊吓大卫转来会安那守好什么算账哈啊，因此毋敢主动开嘴要迎接大卫转来。所以一人看伊大卫知影因的心思，也因为安尼生，伊特别伫安那放软伊家己的家己即个
身段吼，家己的迄个主动修复甲因的关系，这头一项。第二项，代表用这个怀柔的政策伫遐来招安阿玛社。伊也甲阿玛社讲：你减毋是我的骨肉嘛？我若无昔日你替约押长伫我的面前做军长，愿上帝加倍祝福我。撒母耳记下卷19章13节。这个阿玛社是押沙龙所设立的元帅将军，伊也是大卫的亲外甥啊。可见背叛的主力军是犹大的家。这伫诗篇55篇12节到14节安尼讲，代表一下痛心感慨的讲，因为诽谤我的，毋是对敌，设施是就野话论敌；自古攻击我的，毋是怨恨我的人，设施是就会未来闪伊。无拍算是你，拢是我边辈的人，我的同伴，我的知己的朋友。咱平素三角谈论真亲密，咱甲正人三角行伫上帝的厝。这种互家己亲兄弟背叛的感觉，真正会当讲起来是非常的痛心。所以现在代表应允，继续任命这个阿玛撒做元帅，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爱收拢收拢什么押沙龙这个部队这个军队押沙龙的人的心，这互犹太人知影，大卫王绝对袂会秋后算账，反正会因为因回转归回，而特别奖励因的忠心。兄弟姊妹，咱来知影真正的这个政治家，伊必定会晓得明白人的心、人的性知影百姓想的是爱什么，需要的什么。这代表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伊掠百姓的心做心，用百姓的需求做最大利益、最优先的考量。伊无先满足家己的需求，也是满足家己的野心来过民主。伊乃是将百姓的利益放伫第一位。所以咱只看伊代表无计较个人的荣光也是见效，伊放落家己，主动找这个重量级的人这个重要的人人物、祭司、先知去讲好。伊无用武力伫遐压制，伊用也是用军队伫遐伫遐斩掉一切的杀害，乃是用谦卑和平的对话。因为伊毋望无辜的百姓毋免阁再受到这个战争的苦难，土地毋通阁因为战争遭受这个迫害，伊毋望混乱的国家会当紧紧来恢复平静甲安定，安尼使百姓也会当安定。那安尼怀柔的招安政策是是上适当的。兄弟姊妹，代表伊深知人性，伊知影百姓的需要，伊也知影怀柔的政策，最当安慰这个叛乱不安的心，个人百姓的心转来。正经来讲，对安尼，伊就感激犹大正人的心，亲像一人的心，因就找人去见王讲，愿你甲你的正人神倒来。撒母耳记下卷19章14节，兄弟姊妹，咱来知影人的一生中间会当逆转性的重要原因的重要原因就是啥物？就是会当将这个对敌变成做你的啥物？你的朋友佫会当安怎？佫会当拥护你这就是代表
这个政治吼加一个非常重要的王，会一个真水果真重要的迄个行做。所以咱会知影代表会当逆转性，对将遐个反对伊的人变成做安那拥护伊的人所以代表王伊就转来，到伫这约旦河。所以看见代表王要转亚罗撒冷，这表示伊定心拥有这个什么？拥有这个官位。所以做安那做所在政治势力就开始安那，就会开始安那，就开始争先恐后要来安那，要来创啊！咱知影即摆政治就是安尼即个若安尼一人升天就安那，对安尼升天共款所以政治势力争先恐后的前来什么来拜，要来迎旨啦，要来敢若叫什么代表伫遮看到安尼身边怎处理的其伫遮咱看去代表安那，伊是选择温柔甲疗舍代表伊开始用温柔甲疗舍，疗舍什么人？示梅示梅。撒母耳记下卷19章16、19、20、30。只讲过了约旦河，伊便来到便雅悯支派的地盘。头一个走来迎旨代表的，就是示梅像弟姊妹，咱若读圣经的时，咱一定爱会记得这个示梅伊当代表道南的时，示梅用一切歹言歹语极其安那见效代表的话伫遐软骂代表，因为伊掠做安那。代表已经安那倒过已经倒台搁再爬袂起来就趁机会安那拍这个什么落水狗，无拍算代表安那，既然搁东山再起的一天，所以真惊遐代表报复就赶紧带着1000人，当时的1000人是真多来迎旨代表。恳求这代笔的原谅，遮尔浩大的声势，互咱看去示梅伫本组的中间，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面对即种我拄仔讲战争结束了的即种局势需要安定对无？需要稳定的时刻所以即种精势是非常的重要。看到即个咱讲是目前势力建方转换的小人代表伫安那，伊只有选择什么原谅，并且伫遐谨慎，爱甲有一寡距离啦，恁知影意思无？伊虽然是拥护伊，但伊爱接来伊宽赦伊，但是安那，甲伊爱有啥物？有距离袂当伤过亲近为什么？毋知当时我会叫这就是咱爱说理的所在。所以面对这种墙头草圣经讲，西罗亚的囝阿比斯讲，示梅捌救助耶和华所抹油的，减毋着因为安尼，互伊死嘛。代表讲，西罗亚的囝。我甲你什么感谢？互你今仔日反对我，今仔日以色列中减通互人死嘛？我减毋知我今仔日做以色列王嘛？对安尼，王甲示梅讲：你毋免死。王就对伊就转撒母耳记下卷19章21到23节。所以有一件代志你若要宽容下面人，边仔倒来一人反对咱就知影这就是现代社会现代政治咱知影示梅是当时便雅悯族、便雅悯家真有影响咱的人，所以代表伫遐无想要甲便雅悯族伫遐来对立，免得失去即个支派，所以伫遐选择宽容甲赦免，用温柔来对待伊的对敌，将对敌变成做安那。拥护伊的朋友，所以兄弟姊妹，当咱愿意疗赦赦免，就可能将这对敌变成做朋友。
所以这绝对毋是凭着靠家己会当做到，因为咱的疼是来讲的有时真浅，咱的心真容易我们的心很容易怎么记恨的，我跟你讲啊，真容易记恨的。所以只有靠着迄个教咱开咱的耶和华上帝，每日思想上帝伫咱心上丰盛恩典，甲伊奇妙的作为，咱才会当去原谅，真正对身体去原谅迄个对咱但是迄个真正对咱来讲真无可爱的人，是毋是去疗啥迄个伤害咱的人？所以为啥需要耶稣基督的保护？伫这个时阵是非常的重要。这头一项，第二项，代笔的文字对待所有的互的米非波设，什么？你记下卷19章24到30节。米非波设是所罗的孙，约拿单的囝。耶罗波是西巴，代笔倒咱的是西巴带着食米来迎接。代笔问讲。米非波设伫倒落，迄时的西巴回答讲，伊也伫耶路撒冷，因为伊讲，以色列今仔日必将我的爸的国归害我。所以米非波设还佫咧想讲，伊的国位会当佫转来。撒母耳记下卷16章第3节。所以即种回答互代表着伫遐摇疑米非波设有即个有迄个疑心，总是当代笔自身难保的时伊就无搁伫遐来追究。现在米非波设也来迎接代笔，米非波设代笔解释讲，伊应讲，我的主，我的王啊！当时你罗伯想讲，我要备办如徛伊甲王三角去，因为你的罗伯是摆卡，总是我的罗伯骗我，搁伫我的主我的王的面前诽谤你的罗伯，独独我的主我的王，亲像上帝的使者，照你所看做好的行伊，因为我的祖的全家伫我的主我的王的面前，拢是着死的人，总是你互你的罗伯甲你一道的人三角食，我还有啥物理由通搁对王求救啊？王对伊讲：“你啥事搁讲你的代志啊？”我讲：“你甲西巴着平分遐个产业。”米非波设甲王讲：“我的主，我的王已经平安倒来，将来搁在伊拢摕伊去嘛通。”撒母耳记下卷19章26节到30节，兄姊妹。咱上细只来看段经节，代表甲米非波设的对话，无说感觉真有趣味这互人看到什么？代表人性内面的软弱。毕竟伊毋是圣人，代表其实是真在意米非波设伫拄着患难的时，无有任何的支持甲表现。代表伊捌用丰盛的恩典款待米非波设，不但将伊全部的家产拢赏赐予伊，伊本身的家产搁下伊，互伊也上伫王的面前食饭，尊严伊像王子共样。所以当着代笔受到即个灾难的时，米非波设却无半点表示。至少耶罗波西巴也会准备一寡礼物来什么来慰劳，总是伊却无表示什么。当然，即个摆卡。米非波设非常无方便，总是有心，都袂有都袂有即个方便甲无方便的问题。所以以前代笔逃亡，伊无法度出现；现在代笔回国，伊赶紧伫遮来出现。这就看见人性的什么现实人真的是很现实总是究竟米非波设也是也是用无收卡、无剃喙手，也无洗衫来表示悲哀。对王讲伊讲伊的土地要甲西巴平分的时，伊也无伫争斗、争闹、争吵，大都会表示我的主、我的王已经平安倒来。
倒来宫内，搁在伊安那，拢提去也通。这若是这个米婆媳安那，大度吼，这大度吼，啊，这互大别的心啊，小可得到安慰。所以咱知影人的心总是需要什么？总是需要有善意的报赏，吼。所以大别伫遐选择安那，吼，开阔伊的心怀，总是互伊甲西巴谈分即个产业，算是小小的安那对米婆媳的处罚，吼。遐姊妹。示梅甲米婆媳拢是属于平安面支派，拢是代表即个前朝所罗王的时阵的势力，所以犹原对即个大别王的王朝具备有真大的影响力。这是第二项。第三项，大别用文字款待巴西来，撒母耳记下卷19章31节到39节。基列人巴西来是一个通尊敬的长者。当押沙龙得势时，伊无安那，伊无伫遐攀附即个押沙龙的势力吼，啊是讲伊真已经会当要做王啊吼，伊也无对大别啊落井下石，特别当大别王多难的时，伫即个马哈念吼，伊安那搁安那雪中送炭，摕丰盛的食物来攻击伊，伊搁是大富户，有能力做遮的代志。而伊也愿意做，这会当讲是大别王患难中的真正一位的朋友。所以巴西来行好，阁无求回报，大别讲要伫遮奉养伊安那到老，伊也伫遐淡然处之有也无好，不要紧遐姊妹，咱来知人伫即个患难中特别软弱软正。所以点点的真温柔温馨的即个关怀关心，拢会当互人啊深深得到感动。何况即个巴西来的正直甲忠心。所以咱只看见即个巴西来忠心无求回报的态度，互大别到伊安那大别要死的以前，伊原咧纪念伊要求伊的囝所罗门王啊呐，爱善待巴西来的子孙。遐姊妹，圣经直接讲，行好毋通安那失志行好毋通失志，因为咱的行好，将来呐是会累积落来是会累积落来像这累积会当诚侪咱的子孙孙啊呐好的什么？好的帮助，好的能量，好的气力。遐姊妹，牧师相信，伫咱的身躯边，总是会有这几种的人，这几种的人伫安那围伫咱的四周围有的是安那，可能是真讨厌咱的有的是安那，可能是真怨恨咱的人甲有的人呢，可能伫咱患难的时会落井下石的人。有的呢会违反这个相情虚假，明看起来是要帮衬，实在是为着要利用甲欺骗，为了达到利益伊家己的目的。有的是有的是乱了想要帮衬，却无能为力，反遭受着欺压，总是要迄个真正真心疼咱。施恩无求回报的好人，所以毋通了解讲，咱总是拄着这样歹款待你的歹人也毋通要想迄个拢会拄着迄个好款待你的好人。上重要就是爱认捌家己爱认捌你家己是怎样的人因为咱家己会软弱，咱家己的需要。咱拢爱求什么？求上帝帮助。你迄个人的好甲歹，上帝将来拢会定夺。即咱毋免因为安尼死伫遐来苦恼，只有求上帝赏赐咱有教遐智慧的心。无论伫什么款的代志顶面，拢会当一只专心专意伫遐来信靠伊。
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人生若要逆转胜吼，咱都要学习怎样，爱控制家己的什么情绪吼。我们自己的情绪真的很重要啊，唔通互这个情绪牵着你的鼻仔行。咱伫遮看见大鼻王伫个吼，伊的囝押沙龙过往的时，极度的伤心吼哀哭，伊原尽伊上大的努力吼，来修复各方面的关系。所以咱求上帝爱互咱有一个智慧的心，伫艰难困境的中间，选择无受即个情绪伫安掌控。愿意会当听叹人吼对咱的即个忠言逆耳的话，愿意顺服伫上帝掌管，也求主赐予咱智慧，赐予咱智慧参名，会当将对敌变成做啥物？变成做朋友吼。只有只有捌得人的心会软弱吼，咱会知咱每一个人拢是会软弱的人吼，即种的明白。愿意主动去去拥抱去拥抱人的心，愿意宽赦，赦免别人的唔对，咱的人生就必定会当逆转胜，你就会当再度赢取这个生命的丰盛甲富有。我相信咱的上帝也是安尼生，伫遐对待咱，咱会当伫咱的一生的中间，然后唔对的，咱都要紧反省、悔改，得罪上帝，会当伫上帝面前悔改认罪。伫人的面前，咱表示咱真心的疼，互上帝真正的疼，进入咱每一个心目中，成做最大的帮助。愿上帝帮助咱，祝福咱。咱三同心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互咱搁再一摆对你的话遮三卡实。在对今仔日的经节中间，看去大笔的，伊伫这人生的路站所表达、表现，看去上帝你所赏赐伊的聪明甲智慧，看去上帝互伊人生最有情绪的时，会当得到控制，也有真好的朋友，成做伊的忠言逆耳，也有真好的人来帮助伊。主啊，感谢你。也会当，互阮伫即个世间，阮伫教会中，甲阮的兄弟姊妹伫遐来分享、讨论三较实，也阮有时会当成做阮兄弟姊妹中间的帮助，也看见阮兄弟姊妹也成做阮的帮助。做可能会当互阮即种对上帝来的疼，伫阮的教会伫遐成做最大的帮助，互你的水甲好充满伫阮教会中间，阮兄弟姊妹。伫拄着逆境的时，因为上帝你的疼所充满的，阮会当一只逆转胜。无论阮的身躯病痛艰苦的时，无论阮伫拄着恶伫担当的时，无论阮伫遐软弱软正的时，拢有上帝你亲自会带领，甲阮边仔的天使，伫遐成做阮最大的鼓励甲帮助。主困你鼓励阮，帮助阮，祝福伫阮。过一摆，阮将遮个所领受到一切，完全恭敬拜列伫你的面前，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